至圣的上帝伫你设立人甲你亲近礼拜的日子，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，愿来亲近你，愿对心中充满渴慕甲期待，会通伫你的圣殿搁一摆领受对你来的听，甲你天顶所享受的恩惠，是阮一礼拜上宝贝的时间。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对你讲：阿爸天父，阮来敬拜你。阮将阮的生命的杯放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，互即块杯真侪一个祝福。阮所啉的每一喙，阮的人生拢充满稳定。阮的生命的杯嘛要真侪上帝你祝福人的器具，阮要真侪上帝你手中贵气的器具。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礼拜，设立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特别伫阮的青年因的一生中间，互阮的青年因会当享受因上帝你所享受生命的价值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每一个人拢是你所欢喜的，也用你的阳光所创造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洁净阮的生命，将属天的快乐、阳光放伫阮的心上，互人看见上帝你的奇妙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的门拍开，愿主你带每一个需要你的人来进入做你施恩宝座。主啊，互搁较侪人来领受上帝你的赏赐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的礼拜阳光归伫你的圣名。求你甲每一个侍奉的同工同在，互阮的侍奉会通造就利益众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我耶稣圣名，阿门。
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遮的上帝面前，要唱歌讹乐你。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心实，讹乐你的名。因为你，予你的话最大，赢过你所有的名。世间情人拢着定情，天生徛伫面前。无你看愈世间俗事，哪项阮愿意相思？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这是咱三个用圣诗讹乐咱的上帝。圣诗61首，圣父上帝踮天顶，管理宇宙出命令，人类历史相改变，阮的性命快变迁，一代过了又一代，主做阮徛起所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圣父上帝踮天顶，管理宇宙出命令，人类历史相改变，阮的生活快变迁。一代过了又一代，主做阮徛起所在，国家兴旺甲衰民，在你天百姓之意。世间荣华甲富贵，哪存草木暂时随，上帝做万民天平，永远不变到万世。求主小事阮的心，已经相信大能力，愿献一切归地主，加做上给的起鼓，永远不变主上帝，我来踮伫你心内。阿门。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因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
阿门。阿门。还在车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第3篇，记载伫诗篇第8篇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，你因为你对得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冷的喙建立能力。要互对得甲报阮的情情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摆列的月甲星，世间人是甚物，你笑念伊；人的囝是甚物，你看过伊，你互伊比天使你啊较输。你搁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冕旒。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就是一切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天中的鸟，海内鱼甲见若经过海面的路的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。阿门。这是咱搁来吟圣诗，圣诗485首。主大恩惠，若施落伫我一生，我虽软弱，将变成做光明。心无惊吓，我靠救主的圣神，为主干净，好胆坚在进前，着好胆进前，着好胆进前，唱歌大声，着进前，搁背明。照主的真理，用伊做军器，咱着好胆，着得胜，着正直。请坐咧吟全首。
即时咱三脚仔头来祈祷。赏赐稳定甲平安的天父，阮深深感谢你。最近的天气变化真大，大雨嘛造成一寡灾害，但是并无人员的伤亡。阮求你安慰帮赞受害家庭，互因的生活会当赶紧恢复正常。阮嘛求你看顾阮的长辈，伫即个天气变化的时，犹原保持勇壮，会当甲阮做伙来圣殿敬拜。当阮看到前一阵仔有真侪台湾的少年被拐骗去柬埔寨，后来被威胁限制自由。最近伫台湾嘛有人受到同款的压迫，当然阮真气愤，即世间哪有遮个凶恶人会当害人遮深？总是阮嘛思考，遮个受拐的青年到底为虾米会做即种？伫阮看来是非常愚戆的选择。有个人会感觉即种悲剧是因为宋乡造成，但是阮知宋乡毋是绝对的原因，因为阮嘛有看到真侪有钱的人袂堪得受引诱、受拐，检采遮个人会当过富足的生活。嘛，犹原会成做被骗的人。阮无法度完全理解遮个受拐的人的种种原因，总是阮祈祷，互受骗的人，因的灵魂受到永带，入伫安稳，无阁受害。阮嘛求你帮赞台湾的青年有正确的眼界，会当有劝勉因行正路的家庭甲朋友，阮嘛求上帝帮助阮审视阮自身的金钱观甲人生观。阮减有求尊你最大，你的话语减有诚侪阮生活的准情。阮减有互阮的囡仔教育的关怀，以及智慧的教示。阮知这是阮一生的功课。求上帝时时刻刻甲阮同在，无得到阮行上后悔的路。阮毋若开喙称颂你的名，阮的心、阮的所行，嘛拢要有对你来的智慧、刚强甲富足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上帝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
即时咱三角来恭守上帝的话，咱先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62章第1节甲第3节。以赛亚书62章第1节，我因为锡安的缘故，的确无静静；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，的确无休困。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在发出，伊的拯救亲像灯在倒。列国要看你的公义，列王要看你的荣光。你要得到称呼新的名，就是耶和华亲嘴所称呼的。你要伫耶和华的手中做水的王帽，伫你的上帝的手掌做冕旒。咱再来看一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节甲22节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20节，搭伫大厝内，伊的器具毋若是有金的、银的，也有柴的、土的，有的做贵气的路用，有的做下贱的路用。所以人若清起家己，脱离遮的，就要做贵气的器具，正性，合伫主人的路用，便通做逐项好的事。着闪避少年人的私欲，来甲遐个出伫清气心求叫主的人，三甲对入义、信、仁爱、和平。以上，正道题目是神塑造生命大器，请郑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上帝，阮是你的囝儿，何等会欢喜甲荣耀！亲像大卫伫伊的祈祷讲：我举目看你的手所造，你的天、你的地，日过星辰。我心中就用敬畏的心问我家己讲：人算做甚物？你竟然将荣光尊贵赏赐伊，做生命的冕旒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是你所创造卑微的器躯，但是你竟然将一个荣耀的身份，就是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。主，阮伫你的圣殿，我用感谢、用感恩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称你讲：阿爸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敬拜你的时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，将阮的生命恭敬放伫你的面前，恳求天父上帝你甲阮祝福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你贵重的器躯，互每一个阮的囡仔，因将来嘛成做上帝你所重用的器躯。主，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因为信，阮的生命就充满价值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用这种较薄的心，静静来领受。求主你通过今仔日圣经话命的话，以及圣神来祝福阮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咱今仔所读的两段圣经，拢甲咱生命的价值有关系。伫今仔日的以赛亚书，伊讲，这是上帝亲嘴所讲的话。伊讲，伫上帝手中，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活命，拢要成做贵重的王帽、水的王帽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咱通伫上帝的面前，用今仔日礼拜圣经为你家己的将来祈祷。你若期待你的生命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礼拜了后，将这个圣经给背起来，也常常面对上帝时，你安尼祈祷讲：主，我将我的生命恭敬交伫你的手中。我虽然是一个卑微的器躯，但是你创造我。主啊，你是造废的师傅，我是土角。上帝是窑匠，咱是泥巴。上帝用伊的活气，照伊家己的形象
来创造咱的生命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生命祈祷是有祝福的，相信吗？为着咱的生命祈祷是受祝福的，为咱的囡仔花手祈祷是受祝福的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为教会祈祷；第二，通为咱的家庭祈祷；第三，为咱家己祈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虽然是平凡，就亲像代表讲，我是一个各样的囡仔。那换做咱台湾话讲，我是一个草地囡仔，何德何能？我看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我问我家己讲，我是甚物人？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诗篇第8篇，代表对心内看到日月星辰的事。伊知伫背后有一个上帝，就是伊的祖先甲伊教示讲，即个日月星辰会顶面，搁再顶面，就是创造的上帝。所以代表讲，我是何德何能？你将阳光尊贵赏赐予我。今仔日的提摩太，即句经文，伊来讲起人若离开私欲，脱离卑贱的事，人若放落遐个血气，甲伫即个世间无正直的、无实在的遐个引诱，人就要正对上帝贵重的起去。今仔日师会安鲁安尼祈祷讲。主啊，阮实在袂了解，伫咱伫台湾的这个社会新闻中间，阮一直在想讲，开这个代志一直发生。当然，这个背后有人小贪、无健康的欲望，但是嘛有人是伫因的生活中间不得已，因为伊已经拄到迄个生命的瓶颈，比如讲经济芳袂过去啊。因为因的生命已经无够啊，所以因的生命就铤而走险，就去选择迄种的，摕伊的价金破去互人斗，然后来换某即种的利益。其实人拢知影，这是毋好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咱，今仔圣经讲，人若脱离卑贱的事来追求，才有讲到将真要紧人生的选择，脱离甲追求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听圣经话命的话，就因为咱相信圣经话命的话内底是充满智慧，是吗？咱相信这个圣经的话，不但是劝善，这个圣经话命的话，就是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通过这个圣经的话，人就要进入真正选择亲近上帝的荣耀甲尊贵。愿圣神帮赞伊的牧者，伊的工人，也愿圣神帮赞伫咱在座做伙恭受、领受、恭敬来听上帝话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上帝将这种的荣耀的画面，以及一种的觉醒。我虽然人生短短，但是我的人生一定要做有价值的代志。这是今仔日伫感动的中间，甲兄弟姊妹做伙伫上帝的面前。安尼来祈祷，因为有一日伫感动的中间，上帝予我这两字：大气。大气是咧形容一个人真有才情、真有才华，伊的气质、伊的风度、伊的能力。大气嘛咧形容一个人伊的心胸、伊的度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、心思意念、咱的灵魂，就是这个宝贝的气库。人的心若水，伊所讲的话就水；人的心若垃圾，伊所求的事嘛是污水、垃圾、无正直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是上帝的囝子，阿免嘛？咱是圣洁的上帝的囝子，咱是主耶稣基督用伊完全无保留伊的宝血，一滴一滴。甲咱洗清净，所以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用安尼来做祈祷，讲：主啊，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器库，因为圣经记载讲，伫好野人的厝内底有满满无共款的器库，有迄个肥所烧的器库，嘛有迄个茶所用的雕刻的器库，嘛有金银所做的器库。伊的意思就是伫上帝天国的所在。
有种种无共款价值的人，有的人伊的人生是凊彩，有的人的人生是遐尼敬畏上帝，是真侪有价值的人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原本就是一个足粗俗的人。主啊，但是若有你的荣耀伫我的内面，这个粗俗的人就要完全改变。或者你相信人，上帝会当改变咱嘛？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嘛要请遐弟姊妹为着你家己，只有一摆的人生。上帝是公平的，逐个人人生拢一摆，对少年到年老，人拢有少年，但是人拢会面对年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期待你的人生，那你目睭要开进前，你会当带着迄种的满足，甲自我的肯定讲：我不虚此行。我的人生，我感觉虽然甲这个世间真侪人袂比拼，但是我有满足的喜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是一个，互上帝的圣神叫醒。互上帝的圣神唤醒灵魂精英，要追求有价值的人生的基督徒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圣神所赏赐咱的感动的祈祷，就是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主，你互我真侪贵重的器具。兄弟姊妹，人真正的价值，毋是因为你身躯机体的健康尔。人真正的价值，是在于伊有贵气、有尊贵的心思意念，甲伊的心性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来用这个大气、贵重的器具来勉励咱家己。对咱的内心讲，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大汉的囡仔，但是因为阮的家族，因为我信耶稣，我的生命要充满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甲这个所在讲哈利路亚，愿主的荣耀就真做咱的荣耀，也愿主的尊贵真做咱的尊贵。愿咱真做上帝的器具。这个大气有两项，大气的意思是足大、足大、足大，脚桶有细脚桶、大脚桶，人的心性嘛安尼。所以圣经讲，你用什么样互人，上帝就用什么样互你。你来用这个小气来面对上帝。你对上帝所领受的将来娱乐，就是小气的娱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的心性，所以古早人嘛甲咱讲有量有啥啊？恁拢知嘛？这道理毋免讲，咱拢知嘛。但是多数的人拢做迄种鸡肠鸟仔肚，因为咱拢对咱家己较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咱的慷慨，咱的满足，互咱自然而然，甲人分享的时阵，毋是出入勉强，因为咱知影，咱有迄个啥物活水涌流，就是上帝所赏赐用袂了的，迄个长阔关深的听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的人生若是富足的，那安尼咱就袂计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有开阔。所以耶稣基督讲：“恁着求上帝的国。”恁会记这句话吗？上帝的国是大也细，上帝的国度是大也细，无限量的开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将咱的心门拍开。无限量的上帝，求你我，互我做永活的活命。无限量的上帝，求你互我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开阔。上帝国临到，上帝国的开阔伫我的生命中间。过去的器具伫今仔日提摩太这段的经文中间，这个贵重的器具这个字，伊叫做体美。体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做尊贵、阳光、有价值的。有价值的手指。细细粒就足贵，无路用的石头较大，嘛是照钱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的生命毋是用大细轻重来量，人的生命是用圣洁、
荣耀甲尊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了解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上帝早伫伊创造的时，就将伊荣光的形象放伫咱的生命中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，伫我的生命中间要有气质、才华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一个过去的气躯是对内面出来，毋是对外面入来。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对内面出来，毋是外面甲咱贴标签，毋是，是上帝所创造的时，就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予咱的。第二，就是咱的气量跟胆识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要恰用囡仔，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这个囡仔将来要有将才。恁听有将才这个意思无？毋是要做奴才，是要做将才。将才的意思就是伊的勇气、伊的信心、伊的气魄、伊的气质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上帝的圣心伫咱的内底，毋免教，你相信吗？若有圣心伫咱的内面，咱自然而然就有上帝伊的本性。所以彼得讲，恁就要有份伫上帝的神的性情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咱，这是咱古早人甲咱讲的话咧，学了有才情的人，伊讲气宇轩扬。才德兼备，玉树临风。哇，这种足水的成语啊！这话所讲是甚么？一个气躯是何等轩昂的意思，就是种真悬呐。这个人徛起来，互人感觉哦，伊是一个虽然只有150公分，但是伊一个小巨人。人真正伊会互人对人的学乐，毋是因的外在，是因为伊内在精神。伊一徛起来，就互人感觉是。玉树临风，我嘛毋知玉树临风是啥，但赵志明解说，叶啊所雕的迄个，哇，伊徛咧袂讲话，嘛呢风度翩翩啊！兄弟姊妹，原来伫上帝的面前，毋是安尼尔。今仔圣经所甲咱讲的，就是上帝一切的良善、美妙、荣耀、尊贵，就要临到伫咱的中间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，我要甲咱分享2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互我活出美好。几礼拜前，我甲恁分享一个祈祷，就是生命可以更精彩。恁敢毋敢要记得？伫迄个礼拜中间所写的经文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可以更美。希伯来书伫迄个所在讲到，足祭拜，更较水，更较好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会通更较精彩。若有主耶稣，咱的生命会通无共款。咱的教会第一伫信仰的造就，咱拢期待每一个基督徒，伫今仔日的弯曲背曲的世代，会当真正将耶稣基督迄种的荣耀活伫咱的生命中做记号。咱的教会咧推动向日葵学园这个工作，这毋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福利事工那条。20年来，咱的教会推动这个事工，就是真仰望来引带迷路的囡仔，价值观念偏差的囡仔。因为确实伫这20年中间，咱就看到一寡囡仔，因袂晓分好歹，因为生命的中间无人开因的目睭，嘛欠缺伊的士大人，会当带伊行义的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首先甲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因为今仔日以赛亚书第62章有记载3节，牧师只有截取3节。这3节的中间，特别是第2节，伊讲到啥？这是耶和华亲嘴所讲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如果恁若伫灵修中间有听到这种的字眼，恁一定爱背起来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所讲的话。也是讲，恁若看到新约中间讲耶稣讲，既然是耶稣讲，甲上帝所讲，特别这个作者以赛亚亲自佮讲2个重点2字足重的话，讲亲嘴。
所以你姊妹，愿上帝的话伫今仔日放伫咱的心内，诚做咱的鼓励。伊讲，锡安耶路撒冷要诚做上帝手中荣耀的王帽，华冠冠冕。所以伫这个时阵，上帝讲，伊的圣殿锡安耶路撒冷要诚做伊手中荣耀的器躯。咱通用这句话来思想德堂教会。伊虽然伫台湾中间是4、5千间的教会中间的小小的一间，台湾敢欠缺大间教会嘛？大概都市恁拢念会出来，迄个大教会，几千人的大教会。但是小小的德堂教会，算做什么？今仔日上帝伊讲，上帝亲自讲，伊伫我的手中要诚做荣耀的冕旒。兄弟姊妹，牧师毋是干那要甲咱学老，甲咱鼓励咱做伙来起造一间，互上帝名得到荣耀的教会，毋是安尼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恁看守伫恁的生命，你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有听见啊。对我少年到今仔日，我一直拢无够个信心。我感觉我的人生无可能做有价值的代志。毋对，兄弟姊妹，毋通安尼看家己。因为大保罗甲提摩太讲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你会记迄句话无？这句话毋是咧甲囡仔讲啦，这句话是甲每一个基督徒讲，不要看轻自己。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讲，不要看轻你自己。所以你姊妹唔通看轻咱家己，因为上帝无了尾仔囝。两牧师写伫啥物所在？写伫心内啦。圣经无讲了尾仔囝这字，但是上帝所做的囝子，圣经讲伊照伊家己的形象，会记无？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。所以，你姊妹对今仔日开始，爱看重上帝，互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有伊特别的安排甲计划。所以，第一，我要邀请你姊妹祈祷讲，将你的生命的杯捧起来。等下你若捧着圣餐的杯的时阵，毋通青光甲啉落。当然，咱最大的享受就是享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的杯，无毋对。但是，你姊妹当你捧着迄个杯的时，你嘛安尼祈祷讲，主啊，我将我的生命的杯，就是这个器皿，这个器躯，我捧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甲我还手，主啊，求你设立我的生命这个杯，伫你的路用，我的生命要成做你的路用。也这好毋好？伫今仔日的圣餐，咱就永永远远逐摆咱来守圣餐的时，咱捧起来是咱家己的杯。但是咱领受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杯，所以咱就甲耶稣基督诚做合一，主就要互咱诚做器具，伊所荣耀的器具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的奖金，就是你的慷慨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开阔咱的生命，互咱有量有福，互咱诚做慷慨。对上帝慷慨，对人慷慨，咱的心胸是一个无限的宽，互咱知影，无任何事会通满足我，独独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满足。这个世间无论偌大，总是无法度满足我，但是独独只有上帝，伊的天国要诚做我的归属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活出美好的意思，就是所有一切美妙是对内面出来。咱的外在虽然未改变，人的身高、人的五官、人的皮肤的色、人的头毛的形，咱出世就定了。外貌虽然未改变，但是内面的人会通改变。所以，弟兄妹，人真正的水，毋是因为咱穿什么衫；人真正的水，毋是因为咱挂什么种的破链；人真正的水，毋是因为咱适度定什么种的发型。人真正的水是对内面充满自信的水，充满温柔的水，充满迄个良善的水，
充满迄个满足、愿望、目睭会发光的水。求天父上帝将真正水的画面赏赐予咱，就是当一个人伊的内面已经得到，就是心胸、眼界、甲上帝的气质。一个人内面所带这个人，然后上帝国的跨度长跨远深，然后耶稣基督主摇花伊讲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迄种的眼界，佮有上帝的正直、良善甲圣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为着咱的生命的杯祈祷的时，就是咱要脱离逼真的事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人若离开见笑的事、逼真的事，人就要真侪贵重的器具，合上帝的路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期待咱的生命会通无共款，兄弟姊妹也愿恁真侪恁的囡仔的祝福，带恁的囡仔过无共款的人生。你相信你会当影响你的囡仔吗？阿门。你若感觉讲你的开达无够格，不要紧。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的管道无够，但是我的肩胛头，互我的囡仔坐。我的囡仔坐伫我的肩胛头，求主开因的眼界，伊会当看更较水、更较重要的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咱。所以第一个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，互我真侪你下用的器具。上帝眼中所看下用的器具，毋是金银，毋是一定安尼。所以恁捌看过迄种的，迄就是迄个啥物所罗门王宝藏迄种探险的杯，叫圣杯有无？有一出电影咧讲起耶稣的圣杯，咧讲起因去找到迄个宝藏的时候，一大堆杯啊！大家咧要讲遮尔侪杯啊内底到底第一块是当时的啥物？耶稣主持圣餐留落迄块杯啊！有人金的，有银的，所以恁知迄个电影就是电影。但是电影背后有伊的意思伫咧，伊咧讲起耶稣的杯啊，无可能是带旋石、红宝石的杯啊，因为当时的耶稣是家己伫海边、伫湖边，是一个平民的家庭生活的人，所以的杯啊，必然是一个真普通平凡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平凡的画面伫上帝的手中，就画出无平凡的画面。咱是平凡的人，但是若有上帝要用咱，咱就有无平凡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家伫地，你对家己有期待吗？愿今仔日礼拜了后，逐个人拢有期待，好毋好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咱的年纪到怎样，咱拢永远有期待。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我的一生每一活的每一日，要活的每一日，我拢要充满愿望。主求你帮助我的人生，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知影我要得到什么种的人生。所听的姊妹，求就互咱。耶稣讲求就互咱，咱愿意得到什么种的人生？圣经安怎讲呢？今仔日保罗甲伊的学生，甲伊的今日属灵的囡仔讲。你若脱离逼真的事，毋通追求少年人迄种的情欲。伫咧所讲，伊讲，独着用圣洁的心来祈祷，用圣洁的心来祈祷的时，你就要明白，什么是上帝看做好价值的事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明白，你我咱拢伫上帝手中，拢是伊的器具。但是将来有一日伫上帝的面前，要受设立，互上帝捧起来讲，我这个囝儿，伊虽然伫世间的时阵是真卑微，但是伫世间的中间，因为听的缘故，因为信心的缘故，因为圣洁的坚持的缘故，伊是我的荣耀。所以听你姊妹，愿咱有一日，伫咱的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通享受咱的天父上帝，甲咱揽咧。伊讲：我宝贝的囝儿，你是我的荣耀。我宝贝的囝儿，你是我的荣耀。今仔圣经讲，咱伫上帝手中，要真做伊的荣光。敢会堪得？
袂堪得，但是会记得保罗讲，毋通看轻家己。所听的弟姊妹，这毋是骄傲，但是毋是自卑。咱无骄傲，但是咱嘛无自卑感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深深知影，咱的活命是上帝所安排，有伊的价值。咱的活命是上帝所安排，有伊的价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讲，伫大好的人家，伫好业人的厝，伫好业人的厝，其实这是咧比拼伫上帝天父上帝的厝。咱的天父上帝有满满一切，伊的车用，伊的器具。兄弟姊妹，这段话咧，甲咱唤起，咱要诚做心中的器具。这是一个觉醒。有一本册对我有真深的吸引。这本册的名叫做《Choose to be Great Instead of Big》。这本册是咧讲起伫美国有一个企业界，咧讲起企业价值的反省的一本册。伊讲伫美国有真侪的公司，亲像亚马逊亲像 Google 亲像 Facebook， 有真侪遮跨国的公司，大概惊死人。马斯克，伊的公司就连美国总统都会惊，兄弟姊妹。但是这本册伊咧讲起，真正有价值的企业，无一定是这种的公司。这本册互我有一个真深的反省，伊咧讲起真侪有特色的人，真侪有特色的教会，真侪有特色的企业，较重要赢过会趁钱的企业。伊咧讲起 ，instead of big 种代替好业大庞大集团帝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上帝的目睭所看，是真正是这种的价值。伫上帝的目睭所看的，毋是用金钱、价钱来衡量，上帝所看的是用价值来衡量。所以价钱跟价值不能画上等号。要再注意，价钱跟价值不能画上等号。有时候好像有相类似的对等的关系，但是价钱跟价值，伫上帝眼光是无同款的。价值是永远的但是价钱会起会落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圣神帮助咱，真侪这种的智慧。来用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第62章，以赛亚62章伊发出的祈祷。以赛亚是上帝罗卜传上帝的话，但是以赛亚嘛亲像大笔是一个真熬祈祷的人。今仔日伫金句伫咱的经文无这句话，但是咱这个题目讲起上帝器具的时，这句话真会当帮助咱。以赛亚64章第8节，以赛亚的祈祷讲：天父上帝耶和华。你是我的爸，你是阮的天父。阮是土角，你是烧肥的师傅窑匠。阮就是你手中的工作。这个工作，和本的翻译较无够精准。这个字伊讲，阮是你手中的作品啦。这个工作其实 work， 其实就是会当翻译做作品，就亲像真熬烧肥的迄个地锅的师傅许宗焕，因为伊有艺术的手艺，伊有艺术的眼光，所以会当将真平凡、真粗俗的这个土角，就该创作真水的艺术品。卖土角甲卖艺术品，当然价值是无同款，恁同意吗？阿免啊！咱的生命伫上帝手中，所以以赛亚也祈祷讲：阿爸天父。阮是你所做的器具，兄弟姊妹，咱将咱的生命摆伫主的手中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的生命有气角；主啊，我的生命伫人生中间有光照；主啊，这个我有脾气；主啊，这个皮有气角；主啊，人生无完全；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主耶稣讲：来，互我就好。主耶稣讲：我用我的宝血甲你洗清气，我用我的宝血甲你修补。对当开始，人就真侪新的画面、新的创造。兄弟姊妹，你经过新的生活吗？
你愿意安尼下手祈祷讲，主耶稣，你为我死伫十字架顶悬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一生的每一日，拢为你来活。兄弟，你愿意安尼祈祷吗？兄弟，你若愿意，上帝祝福你。你若愿意一生每一日为主来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安尼祈祷的每一个人，上帝的丰盛充满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互你每一日无欠亏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将咱的生命搁一摆捧起来。等一个咱捧生产的杯的时，你若啉了后，莫急要家放伫你的椅仔头前。你甲你的杯犹原摕咧，当你啉了后，你甲主讲：主，这是我的生命，空空的生命。主，这个杯代表我。主耶稣，每一摆我守圣餐的时，我纪念你。我将我这个空空的生命，搁一摆，用你来高举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到咱一生的结束，互咱手捧救恩的杯，通试看恩典的滋味。上帝互咱真侪享受上帝天国福音的人。主祝福咱的礼拜，互咱认捌家己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无你看轻家己。人会看轻人，是因为可能这个人早就已经看轻家己。一个尊重家己的人，人会看见伊无同款的气质、风度。愿主甲咱三家弟弟，今仔日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伊讲这是上帝亲嘴讲的话。来，你若伫我的手中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无祈祷，主我无要求，我有渴望，主我只有独独。那伫你的手中，安尼就够了，因为你的决定比我的决定更较水。我毋免甲你求讲，互我成做什么种的人，但是我知你听我毋免祈祷，你嘛为我备办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就是安尼的上帝。所以无你看见咱家己，也我亲嘴讲，你要做我的冕旒。我要将你戴伫我的头壳顶，人看到这顶帽啊，就看到国王。我的身份和这顶帽的荣耀，这个荣耀的帽啊嘛，要加做我的记号。我的囝儿基督徒，伊伫我的教会内底，人看到因就看到上帝的荣耀。上帝的荣耀嘛，甲每一个上帝的囝儿、教会的基督徒三个弟弟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荣耀的画面放伫咱的生命。提摩太听到保罗对伊讲：无你看见家己，爱做信徒的模范。信徒的模范意思就是做生命的典范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人看到伊的时，就知影这个人正直。人看到这个人，就知影讲这个人是信实，这个人就是良善，这个人充满上帝的美妙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所以第一个祈祷活出美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纯粹双手甲吐吐。主毋是对外面，是对内面。主我的改变毋是对外面来，毋是穿的衫，是内面的精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领受圣神，然后圣神踮伫咱的内面。圣经讲，人若就必，请恁会记这因跟果。人若清起家己脱离逼真的事，就要因。人若有正直的心、清气的心、正直的心，伊就是一个贵重的器具，就要真侪上帝重用的器具。所以听弟兄姊妹，因为咱敬畏上帝，所以上帝荣耀就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，日日新，日日新，年年新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每一日拢更新，每一年拢更新，因为上帝的心要亲自充满伫咱的中间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4节，伊讲就要得到上帝的圣情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咱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的心无搁再空虚，我的心无搁再扰乱，我的心要充满你的圣心。上帝的圣情若充满伫咱的内底，咱就充满能力。或者甲这2节的圣经背起来，上帝将一切有关着活命甲敬虔这2项事，上帝将活命就是生命的哲学，将这个智慧甲敬虔的事，阁有极宝贝的能力，要授予予咱，予咱真侪上帝的地上伊的代表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。第2项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所分享的，就是开阔的心。咱做上帝国度的子子，咱要有开阔的心，就是长阔关心。圣经内底所记载长阔关心，是记载着耶稣基督迄种无限量的疼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我的生命是一个慷慨。主啊，我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充满，不断。我的生命用不了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放伫咱的内底。咱的杯仔若偌大，咱所当承受的就偌大。但是上帝讲：我所予你的杯仔，无分大小。我所有的予你的杯仔，只有一字，叫做完全。或者，上帝予咱的杯仔，无分大小。上帝予咱的杯仔是完全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完全已经超越迄个大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既然你已经赏赐我一个完全的生命，那安尼，这个生命应该充满生命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欢手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毋免讨，主我毋免讨，你的确要将上好的。所以耶稣讲：恁伫厝里做爸母，恁敢无将上好互恁的囡仔吗？英雄老师敢有？你3个宝贝查某囝，若开喙无，迄就无啦。当然伊袂甲你开，迄就讲我要来爱一栋啥。伊嘛真有因家己的心愿，但是咱这父母拢是安尼。耶稣讲：恁的天顶的爸，敢无超过遮的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的天父上帝伫咱的家庭做主，好无？愿天父上帝，伊予咱的家庭真多义的家庭。我真爱即句的圣经，义人的心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无够个时间解说，但是你欢手伫你的心内是，你要甲上帝祷讲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即个所在是清气的。义人的心就是有正直的灵，清气的心。义人的心伫圣经中间真重要，因为义人的心有智慧，伊知影心是好，所以伊求有好处、有利益、有价值的。义人的心也要做，也要行动进前，伊会静静想。义人是有智慧，伊会静静想。我应该做什么？我无应该做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会记得伫圣经的帮助，咱会记得顶礼拜伫宗教改革主日的时，牧师用主的祈祷文第1句，邀请咱学习这个祈祷讲，咱就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日的爸，愿你的国临到。耶稣讲：就成就天父上帝的国，甲伊的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咱捧起这个杯的时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你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。意思就是上帝做主，上帝伫我的人生中间掌权，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做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当我欢手伫我的心的时阵，这个内面的灵就改变。
内面的心思意念、内面的情绪、内面的欲望、内面的心思意念、内面的情绪、内面的欲望。或者我搁讲一摆，这个所在人的心有三项事，一项就是人的情绪，一项就是人的欲望，一项就是人的心思意念。而人的心保守伊的心，所以伊的情绪是好的情绪，伊的欲望是清气的欲望。伊的心思意念是尊贵的意念，愿天父上帝祝福，既然欢手安尼祈祷兄弟，天父上帝将心胸眼界甲上帝的本性赏赐予咱，互咱拿来拿亲像主耶稣。直到有一日，你的亲朋好友安尼甲你学了讲，哦，你足亲像耶稣的，哈利路亚！我搁讲一摆。愿你的亲人朋友安尼甲你学了讲，某某人，我感觉你足亲像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拢互咱身边的人安尼甲咱学了，是真心的，因为伊看到咱，就亲像伊看到听讲的耶稣的故事内底耶稣。咱虽然未看见，但是若有耶稣的灵点伫咱的内底，哪有啥物袂？咱虽然未看见，但是若耶稣将伊的心胸眼界甲上帝本性，所以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雅比斯的祈祷做你的祈祷。主啊，互我无做一个无度量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开阔我的生命。雅比斯最大的祈祷就是：主啊，搁较济，搁较济，主啊，搁较济充满伫我的生命，互我所领受，互我所担着，上帝你稳定的滋味。主啊，求你开阔我的思想，开阔我的心胸，开阔我的眼界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爱咱，带咱的囡仔去看伊所创造无限量的水。水会带予人智慧，看过水的人，真捌水的人，伊就袂爱看迄个歹物。这句话真奇妙哦！咱若看到上帝荣耀了后，咱看到无水的世界，咱毋是讨厌，咱会毋甘，咱会期待伊更较水。兄弟姊妹，咱欢手祈祷讲。主啊，这是你所使用的器具，主求你画手伫我的顶面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烧灰的师傅，阮是你手中涂角的器具，主求你甲阮做。照你的形象，照你的旨意，愿阮成做你的器具，愿心甘情愿，愿欢喜跳跳，愿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得到改变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即时咱准备先来收圣餐，咱先做伙来吟圣诗217首。想要迄面救主耶稣，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想要迄面救主耶稣，替命救下背后树洞，讲我辛苦替恁打破，恁提起家来笑脸我，热闹澎湃感谢上帝，讲真的陪互恁大家。我会流出做恁的叫，写做的阮，互你享受。上帝甲人要啉信仰，白白是阮生命最好。天天的时光照亮我，甘愿写心，因罪过，因你耶稣的生活中，永远的背互咱得来这享受来临欢喜救主，让咱的心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今仔劳苦背重担的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着安息。枵喙焦翕目鱼的人福气，因为因要得着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。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领受业捌传授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受卖迄暝有8饼祝谢讲，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来摆，咱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你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悬设立了这个圣礼典，你用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，你流出你的宝血设立新约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照你的交代，就是设立圣餐来纪念你。主耶稣，伫今仔日，阮坐伫你的身边，恳求你对天降临。你伫阮的中间，你亲手将你的饼摕互阮，你亲手将新约的杯捧互阮。主耶稣，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，当阮领受的时阵，互阮成做你圣洁国度的百姓，
伫黑暗的世代，正做你发光的记号。主帮掌管，愿恳求你伫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餐。愿咱的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世间人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世间人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来请手结长老甲英皇长老来旁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用敬虔、感谢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话命。愿主耶稣基督的话命坚固咱，互咱活出基督。主耶稣当阮伸出双手，空空的手，就领受你圣洁的话命。主耶稣，阮伸出双手，是一个仰望的手，阮就看伫十字架顶悬的耶稣基督，请你来，阮的主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阮，上帝独生圣子耶稣基督。求你怜悯我，既然软弱的，因为你的话命，得到医治，得到健康，得到平安，得到丰盛的活力。主耶稣，我要领受你。主耶稣，我要领受你。主耶稣，请你来，这是你的身躯，为着阮拍破的，我要行安尼来纪念你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来，请手结长老、甲英皇长老来旁杯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要所阮放弃
阮生命的杯，阮愿你白色，阮家己的生命。主要说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来充满伫每一个，将因的生命仰望你的囝子。主要说你是活命的主，你用圣洁的宝血洗清阮到无罪。你带阮甲上帝和好，互阮过新的生命、新的人生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了你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手捧救阮的杯，阮要欢喜来啉，阮嘛要将这个杯捧到世界的各所在。伫阮的亲人，伫阮的朋友，伫阮的厝边，主耶稣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你的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感谢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成做阮灵魂的食物，搁互阮体会明白你的慈爱疼惜，互阮成做你圣囝基督身躯的肢体，是你忠实的信徒，天国的后裔。阮的天父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互阮搁一摆，当阮家己摆咧伫你面前，得到你的欢喜接纳，搁用你的慈悲扶持帮赞，互阮伫即个世间甲你持续圣洁的信约，永光归伫你的性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准备奉献。
这请坐，平安的请陈牧师。伫咱要行平安的进前，咱先来为着信赐来祈祷。今日请过节有摕信赐的这个喜饼，要来互咱大家遐斗欢喜吼。所以咱来为着信赐伊婚姻甲伊将来生活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愿天灵的上帝来祝福伊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足欢喜听到信赐的好消息。阮感谢你，互阮的青年，因伫人生中间新的阶段。做家庭是你所赏赐、你所祝福、你所照顾。阮将信赐因所建立的新的家庭来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感谢你，互伊长大成人。真侪一个建立家庭新的阶段的开始，上欢喜的就是请过节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祝福。今仔请过节亲自将这饼摕到教会，要甲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分享。主，阮知影老母的心是充满期待，也充满祈祷。主，当阮领受这个礼物喜饼的事，我要为着这个饼来祈祷。主啊，这个饼要亲像无底饼两尾鱼，伫这个家庭中间食袂了，用袂尽，够有剩。主，奉你的性命来祝福信赐的婚姻，甲因的家庭。你是家庭的主，你是阮到代代的上帝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信赐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阿门。咱嘛来用耶稣听你这条歌，为着无论伫什么所在，咱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拄着什么种的情境，来用这条诗歌来成就咱的祈祷。咱彼此代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享受耶稣的疼。咱的一生中，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，所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所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主，阮为着恒恒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你的听就是阮医治丰盛的源头。阮将阮所有的需要交伫你的手中，主你知阮兄弟姊妹因的需要。愿你的阳光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愿你带阮进入你平安的国度，对这事到永远。阿门。咱甲咱身边兄弟讲，耶稣听你；咱甲咱身边讲，耶稣听你。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好无？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今仔日是张成吉师娘的生日咯，吼！这礼拜你坐伫遐，牧师甲伊祈祷，吼！咱做伙来为着所有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为着所有生日的人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出声来恳求你，主求你甲因抹油，做施恩赐福，祝福因伫上帝你的面前来领受，你甲因陪伴过来365日，每一天的需要。所以，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将你的慈爱
赏赐予伊，主恳求天父上帝帮赞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用你的主爱，甲因相甲伫地，主互因的杯得到充足，主互因得到健康的油，救恩的保护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。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咱来请师会来报告。这是我的报告，请大家来看周报。顶周聚会，主日礼拜出席73人，现金5790块；主日日出席6人，现金270块；拜三祈祷会出席8人。本周聚会，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。圣港服侍，下礼拜书会请林秋吉长老，领事暂停，苏琴请刘一鸣兄弟，书宪甲交代。我本人甲陈美秀执事爱山暂停，新简讲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来领收。具体交通，第一，教会决定伫12月18举行德登教会9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嘛要邀请外侨返乡共沐主恩。因为疫情的冲击，咱一直祈祷甲等待。请兄弟同心祈祷，这个感恩礼拜嘛要拿看年祷告会，除旧迎新，庆祝90，迈向100，互咱同心祈祷甲备办。第二，本主日圣餐主日，请有备心，供领圣餐。主日礼拜后有定期中级会议，请中级出席。第三，11月13日，主日礼拜后，请中级各团契会长，甲去年圣诞市集负责的同工留来做伙讨论，要有备参合，请移诊报名。第四，12月11日有圣礼典，基台受洗的，请牧师报名真道造就课程。第五，请为着生日的人祝福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的，请过继人员来更正。内底事项，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多个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；第二，为着身心欠安的丁丽华、庄严、詹达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、郭陈秀霞，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，为着升学代祷，升大学有硕恩、意义甲名誉。第四，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代祷，富林教会、直职教会以及德克达尔教会，请为着以上的代志来代祷。这是咱三个来吟上英信息507首。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，无穷无尽。阿免阿免，请起立念全首，临时线请陈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
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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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，灭道必会。